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继续来关心，去年底发生新北市国中生野刀挂其他动物颔棍害伊死亡的这个案件，这凶手含西人的查某学生，经过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3个月的调查审理，今仔日分别裁定涉嫌犯罪杀人罪含西人杀人罪，移送检方侦办。洪台市的这个学生伊的家属是批评讲，这嫌犯根本就无要悔改意思，家长也爱连带担起刑事责任，也强调讲一定爱受罚。大家献花悼念往生者，受害学生因爸母嘛亲身出席活动。因的囡仔伫去年年底，伫高中校园去互同学挂颔棍仔死亡。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经过3个月的审理，一一裁定涉案的学生移送检方侦办。那经过了10次的密集开庭调查审理后，依法行使先议权，那于这个今日宣誓裁定，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侦办。裁定以上的理由，少年法庭认定两个人分别涉嫌犯杀人、甲教唆杀人罪，拢是上轻本刑5年以上的重罪，符合少年事件处理法相关的规定。加上行为发生的时阵嘛已经满14岁，专案也会当控告。在地检署认定就是确实有这样子的案件，他再起诉的话，他会起诉回少年法庭，再由少年法庭的部分去做审理，就会有刑责。针对父母的刑责的部分，他们希望有一个检讨。甲保护管束等等的处分来比，未来只要检方起诉，涉案的未成年都爱面临刑责。不过法律相关的规定，少年袂当判死刑甲无期徒刑，入监了后若后悔，刑期满1/3就会当假释。不过这嘛，互受害者的家属无法度接受。他如果假装，我6年、7年很乖，那就可以出来了，这样对吗？就是在保护坏人啊。家属真痛心发声，几夜间诉求少年事件处理法修法。司法院回应讲，互少年家长负刑责相关的修法，要由刑法组织机关来建议。法务部表示，刑法是采购人原则，没有连坐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昨暗时，高雄有一台游览车，甲其去撞到这高速公路卡的磅空，所造成1个人死亡，14人受伤。可能是这司机为着要省时间，所无注意到这磅空的悬度。警方也依照过失致死移送，落尾是30万交保。即摆会逼出讲，这司机出车的时间可能有超过10点钟遐久，目前也等咧调查。先跟他们抱歉。造成伤亡的车祸，游览车公司负责人入内会室内。20暗时出代志的游览车载客去阿里山佚佗一天，法庭经过仁武区水公路颔空后亲像为着省时间，提早切入敢2公尺悬的基慢车道，才发生意外。司机后亲像透早5点外就出发，到发生代志的时阵已经超过15点钟，要超时的记录。我们就是配合检调单位下去做了解，这样啊。高雄市路工局派员路检，要调阅出勤行车记录这资料，配合检方侦办。游览车业者是讲，一日游差不多10点钟，无排除旅途因为长辈去变速，也是车速唔敢开紧这个原因前言，会配合调查，嘛会负起赔偿责任。他有做一些责任，说他看到限高那边柱子上写4.3公尺。但是那边是写桥下啊，你桥上这边明明就写得很清楚啊。他说看不清楚，这么大他看不清楚也没办法。根据了解，司机导游做笔录的时阵，拢表达对路况无熟。不过死者家属不满司机事后完全无回事的，骂这支路况无熟是借口。而早起检方带司机重回现场，佮测量颔空的悬度，司机和警方依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说明了后30万块交保。不过，这个颔空已经不是头一届有人开入来，快车道、基慢车道限悬无共，不过伫分流前才有标志，其他的所在拢看袂到。拄到暗时视线不良，确实有可能会失误。一直在反映啦，反映，偶尔发生。我们给他建议就是做一个那个蒙住型的那个。公路局南区分局回应，颔空设置警示标志的管辖权伫地方政府。高雄市长陈其迈讲，市政府重视整体交通安全，各种无共的死亡车祸也是交通事故，拢会找原因积极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前几天，金门有2个钓客走去中国福建迄边，或者中国海警救起来，却因为其中一位有军人的身份，致使目前2个人还佫留伫咧中国。另外一位本身有慢性病，就要定期食药啊。家属是呼吁讲赶紧甲人送回来。
陆委会表示，海巡署等咧处理，但是对方表示讲，抑搁伫咧等高层决定，暂时是无多回应。海巡署强调会继续沟通。金门2名钓客顶日出海未航，和中国海警船救起来。原本中国规划19将人送回，不过其中一名姓吴的查甫人轰炸出有现役军人的身份，造成送回计划有变化。国安局长蔡明安利伊证实，大家拢有接到回报，也来沟通。不过姓吴查甫人得到万姓杯家属出面画写，希望将人赶紧送回来。我们的吴姓将军他本身他也有慢性病啦，那也需要药物的一个治疗。我是希望讲，怪政府个咱这议员斗3工啦，较有力的安尼甲斗3工。金门县长陈福海也表示，2个人是单纯休闲海钓，因为天气变化才未航。官府也准备好水汽数渔船，会当随时去指定海域将人接回来。海巡署强调，已经透过管道继续沟通。陆委会表示，两岸过去有真侪海上合作救援经验，拢是以人平安送回上优先。陆方这边如果有消息，那随时会知会我们。那我们海巡艇也会立即派遣进行人员海上的移交。我们海巡联系的结果，对方表示说上面还没有做出决定所以还没有办法顺利的接回我们的2位民众。两岸合作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送还的过程并不是会构成什么样的困扰？陆委会表示，2月14日，中国渔船并船案了后，各连续发生波罗海共同搜救意外，有注意到中国回应转做较积极正面，是正向发展，也显示对华认知三夫船涉及违法。最近，中国保监部门拢公告加强处理三夫船，未来不幸事件有希望会当明显减少。另外，进前中国抽沙船定越界违法抽沙，陆委会强调，伫咱国几摆抗议了后，对方有加强管理，双方共同组织违法行为也是集中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无好，中国渔船趁海涌真大的时阵，走入去咱的禁止水域内面。昨下晡，海巡署舰队分署派舰队去片湖、七比、鸟树、草树附近海域，甲7只中国渔船赶走。也因为这风影伤过大，无法度上因的船甲因检查，改用广播水炮警告方式甲因赶走。发现大陆渔船，目前准备进行广播驱离，因海象不佳，本艇实施广播驱离。海涌有3-4米悬，一直向咱国海巡署的舰艇拍过来。就算海顶天气歹，毋过甲镜头扭换一个看，会当看到中国的渔船抑佫拖渔网咧航行，长头白日下过界，走入来咱国禁止水域。20下晡，海巡署派舰队驱离，发现渔船抑佫超工甲船名做掉。捕船名，该船为闽叉鱼XXX号。20下晡，台北海巡队闽东舰甲10087顺风艇执行护影专案，为了扫荡勤务，以雷达侦搜可疑的目标。20下晡3点开始，发现伫片湖7米、南平10海里附近的海域，有5只甲船名做掉，或者是无船名的船仔。也若伫草树南平2.8海里附近的海域，冇发现2只。除了淡水雷达管，还佫以水炮甲伊驱离。当时皆因海象不佳，有安全顾虑，无法登检，随即实施广播、水炮及鸣笛方式驱离陆船，向外驶离，避免大陆渔船入侵作业。最近中国渔船下过界受到外界关注，海巡署金马片分署表示，会继续徛伫个无回避、无退缩、坚定执法的立场，来维护国家海域的安全，确保海域的治安，保障咱国渔民掠鱼仔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准会 FED 宣布这届利率无要改变，不过咱的央行今仔日却是雄雄宣布升息半码。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这届升息半码主要是为着要压制电钱起价了后所造成的通货膨胀预期心理。央行也继续关注这电价对物价影响。结束连续2天的会议，美国联准会宣布维持利率不变，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保持伫5.25%至5.5%。大家注意的是，为利率点阵图显示，到今年年底为止，有计会降息3摆，1摆1码。Policy rate is likely at its peak for this tightening cycle, and that if the economy evolves broadly as expected, it will likely be appropriate to begin dialing back policy restraint at some point this year. 这项决策互不少投资人心确定，美国一日起主要指数收盘拢创历史新高，道琼工业指数收伫39000点，标普500指数更加是头一摆冲破5200点大关。
联总会消息，美国一个大企业带动台股早盘跳空开悬加悬，收盘大起414点，收伫20199点，创台股历史新高，成交台新台票4860亿。不过，国内央行理监事会议经过4点多钟的讨论，考虑定价发起推升通膨压力，是市场料想未高，宣布3月2日起利息半码。中贴利率起高2%，这也是去年第二季以来头一摆起利息。同时，央行上修今年咱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到2.16%，有望突破通膨警戒线2%。今天的理事呢，也都非常的赞同哦，就是说中央银行在这一次呢，因为就是说是通膨预期我们调升是一个宣示的效果。明年的经济成长率我们是稍微上调3.25。那我们会持续的来关注就是说电价调整、近邻转型对国内通膨的后续发展。杨金龙表示，这摆起利息调整是一步一步，是反映供给面的措施去压制通膨。不过，伊也认为通膨是中长期影响，那第4季会当降到2%以下，其他国家也调降，预计维持现况，安尼服务率通膨就会降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2座先进封装厂要伫咧家己关设厂，头一座按算伫咧2028年量产，到时阵呢一工爱用36000吨的水。外界也开始伫咧烦恼讲会影响到婚林和家己的用水。经济部表示讲，台积电主要用水的来源是再生水和变正海水。虽然短期内会有调度问题，但是会先用家己关的水源。婚林的乌山水库若准有涨，才会调度过来。乌山水库旁边的草坡啊是发甲真旺，今年寒人的打水期雨较少，南区水资源分数量早做准备，调拨分林乌山水库、甲台南詹文水库、乌山头水库的水源来支援家己。不过调度嘛显示欠水的问题，因为台积电2间先进封装厂拢要起伫个家己关，头一间按算2028年量产，到时每一工需要36000吨的用水，互外界烦恼会引起分林家己抢水的疑虑。湖山水库当时兴建的一个基本的条件跟原则我想我们不能忽略当时民众的提出来的意见，我们是提供民生用水，并不提供工业用水。张立生是真不满强调讲，分林的水电人才拢无欠缺，台积电若进驻分林，根本就无需要用到乌山水库的水源。因若家己县长洪忠良表示，水资源的应用是整体性的问题，不是管气概算的问题。云林县的湖山水库。大概76%的集水面积是在嘉义县，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为了台湾的整体发展，为了产业的发展，那我想我们应该要共享水源。云林家己抢水的问题，正做立法院关注的焦点。虽然经济部讲，西部龙岛有真珠串计划，南把水资源互相调度，而且台积电有再生水厂运用。不过立委嘛质疑讲，再生水敢有够用？再生水厂现在设大概也要4、5年的时间，那所以这个设了以后呢，基本上就可以他们由这个再生水来供主要的水，主要的来源是再生水跟海淡水，以及当地既有的水源，像蓝潭、仁义潭，整个嘉义地区它的水资源调度跟台南、云林是结合在一起的，不管有没有台积电。经济部表示，台积电未来长期供水的来源是再生水。短期内虽然海水淡化厂还阁伫咧规划会有调度的问题，不过会优先使用家己关的水源。乌山水库若有量上的时阵，才会调度供应。记者综合报道。来到打水季的时阵，这台湾的水库拢强要打底。不过中央大学就发现讲，就算台湾欠水真严重的时阵，桃园新澳海岸边的这个地下水出水量依然是真济。今年大概有1亿吨，是这个半个石门水库的水量。未来讲会当来研究讲安怎运用，才袂伤害到环境。石门水库持续降低，目前欠水率7100万吨，欠水率差不多34.8%。今年春雨雨水比历年平均较少，桃园一工民生用水120万吨，半新是由翡翠水库调供每工77至81万吨。另外，农业用水嘛欠水3成，即摆已经顺利完成春耕犁田用水的供应。从去年的11月进入枯水期到3月为止，确实降雨量的部分是历史平均值的差不多4到5成，略微偏低一点。
因应气候变化冲击，石门水库水情定定正暗。中央大厦地球科学院团队伫新澳临海工作站透过污水井调查发现，新澳海岸大地下水出流量真丰富，逐工流出量差不多1亿吨，相当是半个石门水库的水量。地下水出流量非常丰沛，整个盐水器呢也被推到外海100-200米，所以在海滩上面的井呢，基本上是滞留井，而且是淡水的出流。这次的研究，我们用物理的模型，然后去估算它的这个出水的量，那再去乘上它的这个结面积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大概每天30万吨的这个出水量，未来是可以作为这个水资源的一个使用，是有这个潜能在。中大研究团队表示，研究团队用正水井深入地下100公尺，发现抽出来也是正水。总共伫2021年做断湾期间，拄着台湾56年来上界严重的欠水危机，地下水的出流量也是真丰富。未来会当做水资源使用，毋过安怎抽水开发，才会造成海水入侵，也甲地层塌落去。这牵涉到政策、科学甲工程真侪挑战。另外，还佫兼顾出海口生态平衡。记者综合报道。过年了后到清明这段期间，拢会人去陪墓，这烧香点火就要特别注意。最近台南这火烧线的事件有变多，亲像客家公布昨下晡草坡是盗火，风正头火是烧甲正猛。警方调查了后，才发现讲是一个查甫人去陪墓放火烧草，就被依照公共危险罪嫌该移送法办。消防人员救水线，紧甲墓仔埔边仔火拍花，不过这边拍花，另外一边煞烧起来。你别叫人陪墓行烧物件。这时阵，警方嘛伫附近探查，发现这个姓郭的查甫人讲来家己厝内的墓仔埔陪墓，不过放火烧野草已经明显违法。姓郭的查甫人嘛，互警方抓起来，依照公共危险罪嫌上班。研判该起火警案为人为纵火可能性极高。警方调查后锁定犯嫌，身份为郭姓男子。清明礼要到，台南市各地出现火烧碑的状况明显变多。经过消防局统计，为元宵到今收到137件火灾通报，伫墓仔埔放火烧草就有105件，占77%。以最近一礼拜来看，就有52件。其实公部门有针对墓仔埔定期派人修剪野草，不过有一寡民众会家己抠，或者是请代工业者整理，所以黑白烧草的状况就真歹管控。木种上面这一些杂草。把它怎么去把它做一个清洁整理，哪里有没有带走？说真的是他们失经济的行为。我们本身的情况之下，也只能够尽可能去来做一个适时的宣导。真侪人明明知影黑白烧野草毋但违反空违法，更有公共危险罪嫌，所以因为方便放火烧墓仔埔，市府嘛呼吁民众清明陪墓毋通用火烧草，较免犯法个危险。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嘉义闽乡有一间专门做草锁的合作社，因是利用稻草来做这草锁啊，会当变做是国内一寡包装的材料，也会当外销去到日本，甲农业的废弃物变做是产品，创造真正环保的循环经济。甲稻草整理好势，搁放入去机器内底填做草锁啊。嘉义闽乡有一间专门做草锁的合作社，这稻草毋但拢无压过雨，而且搁经过日头晒过。大工早时啊，合作社人员会去田内底一车载回来。疫情了后我即摆今年收60架，我以前拢收130架，150架迄个。其实60-70年代，规个庄头啊拢咧拍草锁啊。嘉义县环保局指出，透过科技设备的协助，嘉义县内收稻草的状况已经比以早改善真侪。合作社讲，用稻草拍出来草锁啊，互农业废弃物有机会再利用，也若放火烧掉，毋若无采，阁会造成空气污染。至高的监控点，咱会去看它的，若准天气好的时阵，才会当看到10公里远的露天燃烧。啊，若发现之后，阮当然就会去到现场。啊，有时会用迄个无人机去空拍，看到伊的露天燃烧。你给包咧单咧，他就不怕物件去弄掉去用破。像中钢伊就是咧拍伊的替芯嘛，啊水泥厂它就在绑它的水管嘛，是保护作用，是属于那个包装材料这一类。一捆一捆的锁啊，拢准备等要交货。这个合作社是台湾目前搁咧生产草锁的所在。业者讲，虽然有心想要来延续这个工作，但是欠工人工成本高，互拍锁啊愈来愈歹经营。
希望农业单位会当来重视，或者个传统产业有延续落去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期报道。英国的威尔斯王妃凯特去年雅典节了后，就无公开出现过。伊过时阵有带伊开刀2礼拜，也无讲伊是虾米款的情形。另外，也有媒体讲王妃去治疗诊所有员工偷看王妃的病情资料。这阵消息已经获英国资深委员办公室证实啦。位于伦敦廉政公园区的伦敦诊所是一间高级的私人医疗机构。英国查尔斯3世、威尔斯王妃凯特等人最近几个月拢伫遮接受治疗。英国小报每年假报19独家公布，伦敦诊所有员工想要违规查阅凯特的病历资料，佮指出已经有一个人去互抓到，诊所内部也当对此进行调查。伦敦诊所执行长罗素20透过声明表示，无容允有人刁工违背任何患者也是当前信任，强调会采取所有适当的调查、监督甲纪律管理行动。那英国恢复个人资料到文书保护的单位，资深委员办公室也正式接到违规通报。按照2018年资料保护法的规定，无经过资料管理者的同意擅自处理，公布个人资料属于刑事犯罪。皇家检察署指出，这项法律上定方用于起诉非法偷摕个人健康甲金融记录的事件。王储威尔斯亲王威廉的家后凯特去年元旦节了后，都无搁公开出现。伊过时已因开刀休养2礼拜，也无说明得什么病。小报社群媒体各种留言一直传。太阳报18独家刊出一张威廉甲凯特同齐出现温莎城堡附近一间农场商店的相片，就去互怀疑迄毋是凯特本人，而是替身。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印尼伫2月14举办总统大选，经过个月月统计，印尼选委会宣布总统候选人，也就是现任的国防部长普拉博沃，开出来票已提58%，确定当选。Jumlah suara sah pasangan calon presiden dan wakil presiden nomor urut 2 Haji Prabowo Subianto dan Gibran Rakabuming Raka sebanyak 96.214.691 suara。为宣扬情人节2月14投票到达，经过1个月计票，官方公布开票结果。这摆投票率不外80%，现任国防部长普拉博沃甲副手基波朗，这对年纪差伫40岁合作判确定胜出。ingin menyampaikan terima kasih dan penghargaan setinggi-tingginya kepada seluruh rakyat Indonesia。其实早伫出口民调，2个人都已经确定当选，而且还阁摕到过半选票，唔免进行第2轮的投票。美国也伫第一时间祝贺普拉博沃。We extend our sinceres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Indonesian president-elect, and we applaud once again the Indonesian people for their robust turnout and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国务院也强调，会维持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72岁普拉博沃过去捌表示，若有机会主政，对待政策会保持友好关系。只是大选虽然结束，也过定的政绩却继续拖烧。包括普拉博沃过去迫害人权的恶历史，加合作判基波人，唔那是现任总统佐科维后生，也得到宪法法庭破例下修40岁的参选底限，和37岁基波人会当竞争副总统大位。败选者已经决定挑战选举结果。Sudah tidak peduli lagi mau siapa yang menang, mau siapa yang kalah. Karena kami sudah menganggap pemilu yang tahun 2024 ini kotor。印尼首都雅加达有数百名示威者也标记抗议，也伫选举会大楼附近烧粪扫抗议。败选的候选人依法会当伫3天内向法院提出诉讼。当局已经部署5000警力维安。普拉博沃甲基波人预定伫10月20宣誓就职，2礼拜内完成内阁成员任命。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国民党立委侯友总统蔡英文伫5指控落任进前，也去到太平岛宣示主权。不过，国安局表示，考虑到种种因素，目前是无建议。另外，也因为这台海局势当咧紧张，中国日今下晡搁再发射火箭，飞过台湾北部海峡天顶。另外，美国印太司令阿基里诺也强调，美国国防部已经有评估台湾民防单位对抗敌人进入的计划，也提醒到2027年进前，中国解放军会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
南沙太平岛码头正建完工，总统蔡英文是毋是上岛，宣示咱国有国土的决心。国安局长蔡明安表示，现阶段无建议。南海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环境比较复杂，那总统的登岛的动作会不会被国际社会解读成是激化紧张情势的一个举动？没有办法来降低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的话，现阶段我们不建议总统去太平岛。蔡明安讲，总统专机飞航甲维安问题嘛需要评估，搁正是咱运补太平岛基南，捌互强军骚扰。我们的船舰、飞机有没有被跟过？对，如果有就说有，有这样的案例。国防部最近公布查到32台强机、5只强拦腰台，其中20台强机飞过海峡中线。军事专业台湾 ADIZ 记录到强军飞弹驱逐舰南京舰出现伫咱东部海峡，甲咱军舰对上。中国21下晡1点27分发射火箭，路线飞过台湾北部近海天顶。这边火箭的飞行路径经过我们台湾北部防空识别区，朝西太平洋方向，高度位于大气层外，对于台湾地区没有危害。面对中国对台施加压力，传出美军伫金门训练台湾军队。虽然美国印太司令夫人暗过讲，美国国防部已经有评估台湾民防单位防御能力的计划。And we continue to execute our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o ensure we support their ability to defend themselves. 阿基里努马事件为2020年以来，强军已经增加超过400台战斗机甲20台主力舰舰，弹道飞弹甲巡夜飞弹库存增加1倍，并持续演练海空封锁包围台湾。各种迹象表明，2027年前强军会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有国民党的立委主张讲，总统应该爱定期去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而且接讯的时阵，访问话就爱随回答。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表示，宪法条文用词无同，美国、法国嘛无问话随回答的这款方式，安尼先去做可能有违反宪法的记录。总统去立法院国情报告，敢要顺达用什么款的模式？引发朝野的争论。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日邀请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专题报告甲质询，对部分国民党立委主张总统应该定期去国会报告，而且采随问随回答。周万来伫书面报告当中，以宪法条文用语无同，点出可能的疑虑。美国及法国的国情咨文之实施经验尚未见及时询答方式，未来我国国情报告是否采行不同的询答模式，仍有待委员共识决定。司法院指出，就宪法征收条文第4条第3项，总统去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甲询答的方式的规定，也无相关的解说或者是裁判。不过，民进党立委张嘉宾批评讲，2000年修宪，主动时国民党是多数，决定后壁迄段并检讨国事，提供建言，都是迄当阵方提调的。条文的检讨国事提供建言不一样了。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单一党过身份章，那国民党是不是也同意删除后段？会经过这样的调整，是国民党当时也同意的。结论解答的情况下，他对于官员有一些羞辱，总统在议会上面被人家羞辱，这是我们要考量的。很多时候，同问同答会变成总统的一个秀场，好，因为你没有办法问倒他。当时的柯建铭说啊，马英九到立法院进行国籍报告，必须采取即问即答，否则根本没有意义。朝野立委讲方唔来遮的，在礼拜5立法院议会总质询，发生立法院长韩国瑜宣读唱名3届了后，宣布无到位委员跳过，引发绿营控诉没收质询权。曾水雄讲，周万来无随纠正韩国瑜的错误，不过罗志强反倒转来问周万来讲，韩国瑜敢受唔到气？周万来讲无。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纪念白色恐怖这段历史，公民团体今仔日含政治受难者拜会总统蔡英文。蔡总统认为，讲5月19白色恐怖记忆日的倡议，不只是记忆或者是怀念这群人，也是爱互后一代知影威权统治的这段历史，而且行政部门依照纪念日甲祭日的实施办法详细来研究。国民政府伫1949年5月19颁布戒严令，以后的43年，台湾人民集会结成这基本权利拢冻结。公民团体甲政治受难者组成筹备委员会，倡议甲当年5.19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总统蔡英文日接见筹备委员，认为记忆日的倡议毋但是缅怀，也是要互下一代会记得威权统治的历史。也提醒我们要将民主前辈的奋斗精神继续传承下去。我会请行政部门依照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
仔细研议，也期待各位我们前辈持续的提供宝贵的意见。包括这个利用单列者的政治受难者，认为把这个记忆日列作国定纪念日，重点是和这个历史唔通放袂记哩。那个记忆如果丧失的话，这个国家是没有历史的。而这一段历史如果被空白的话，那这个国家哪有什么未来的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去认知、去了解，也好好记住它，而且呢，从中再去反思。公民团体讲设记忆日，除了各为政治受难者甲家属以外，嘛提醒执政者爱会记得历史的教训。透过电影的方式，结合很多网红、年轻的比较有历史意识的网红。一起来把这个历史记忆用现代的传播的手段方式，把它往下、往外去传递。为了反省这段历史，公民团体讲，未来会定期举办讲座这活动，佮透过文字视听的形式创作，互后代认捌白色恐怖的无正义，持续深化历史意识，互悲剧袂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采用阶段一伙囡仔互灵母虐待死亡，引起社会愤怒。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伫咧议会就要求相关部会讨论，看敢要设专门的儿少保护机构来强化保护。卫福部社家属表示，会修法整合儿少保护和脆弱家庭的通报机制，赶紧提供访视、评估甲相关的服务。涉嫌将一岁查甫囡仔虐待到死的姓刘李母利益，互北检提审。案件继续引起关注。行政院长陈建仁更加指示相关部会检商，看敢是设立专职儿少保护机构。我们应该在中央政府呢相关的部会设置专责的这个机构来做一个总整的情形。包括了像产前的照顾幼儿专责医师、儿童发展这个努力等等的这些方案社家属是到行政院会报告列出案情，也有服务时数表，检讨新北市社会局树英社福中心儿福联名加北市社会局祈祷中心无尽到责任的所在，也不过新北社会局随反驳。新北市已经开案服务，不过它比较着重在整个案家的一个经济议题。那对于案童的出养必要性是不是有进行评估？台北市、新北市跟儿盟都非常努力在做很多的服务可是都没有做横向的一个联系，都是依照专业跟儿童最佳的利益来进行。事实上，按中央的法规，收出养的评估就是应该由这个中央的所核准的收出养的媒合机构来进行。卫福部强调，在收出养儿童方面，会强化地方社政主管机关角色，佮由地方政府评估出养必要性，佮安排出养进程按地照顾服务，同时也会修法整合儿少保护佮脆弱家庭通报机制。需要有一个保姆证更新的机制，政府去投入更多的经费，提高这些访视员或者是社工他们的薪资，增加员额，访视高，它可以去减少孩子被不当对待的机会。或者点出年母登记证的更新机制，甲社工订立参薪水待遇调整议题，建议相关单位思考。另外，日后点名要安怎处理主管机关之一的教育部指出，会以暂缓发展法，甲卫福部进行专案检查，了解敢是违规，若限期无改善，上当会当废止设立。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内政部的统计，过来到台湾的新住民人口要到60万人。新住民除了爱面对语言未通、文化无同，那当着法律的问题，也常常找无人问。将法官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甲公益律师合作，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保障新住民的权益。律师解说法律规定，按打证书，这位新住民的后生出车祸，但是伊对交通事故的处理流程无了解，所以来向律师请教。因为阮家车祸嘛，车祸我嘛对台湾的法律我拢唔捌，我是讲爱问清楚看，我因为阮家即马拢伫爸无法度叮当，因为我嘛唔捌，好尾来我想说，上好去问律师问清楚，因为莫甲人后白过。
根据内政部到今年1月统计，台湾计出的新住民人口有59.3万多人。律师表示，新住民缺乏资讯的法律问题，有婚姻、监护权、亲子关系等等。尤其若拄到爱行法院，大部分的人拢会紧张，所以律师毋但爱提供法律资讯，也爱按答个案的情绪。来先甲伊按答，第二就是讲互伊了解相关的状况是安怎，爱逐讲，伊要伫的迄个需求到底是啥物？为民事、为刑事、为行政责任各方面去甲做解说。这几年来有搁较侪查甫的新住民来到台湾，但是咧问这法律问题，大部分咱是讲咱是查某的这新住民，我嘛希望就是讲咱这查甫的新住民嘛会使知影这资讯，嘛会使来利用咱这服务安尼。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表示，这几冬来讲，逐年差不多会有30-40个新住民来问法律问题，因嘛有翕法律的影片，翻做印尼话、越南话等等，帮助新住民了解台湾相关的法律知识，互因知影如何保护家己的权益。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高雄轻铁的头甲尾已经接起来了，民众出门拢真接坐这轻铁啊。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讲，若是摕这悠游卡一卡通去坐，一定爱路卡，特别是悠游卡，若准无路卡片会封锁起来，后回若是赶时间就真不方便咯。高雄轻铁因为收费免满过了，就落车拢爱伫外地路卡收费，若是袂记伫路卡。票卡就会封锁掉，锁掉票卡，敢会当坐其他交通工具呢？有民众就发现讲，摕悠游卡坐轻铁无设置封锁卡，煞袂当坐火车甲高雄捷运，若是一卡通就会使。实际问民众，大家拢毋知影两张卡若是封锁卡有啥物差别，认为应该爱加强宣导。一卡通安尼比悠游卡更较好啦，我是感觉安尼。因为如果悠游卡被锁卡的话，然后其他都不能搭。那如果一卡通都是被收卡还可以搭捷运的话，我觉得这比较方便。或许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可以宣导一下，或是再贴一些公告，然后告诉一下民众该怎么去处理这些方法。目前悠游卡甲一卡通总共已经发出2亿多张。一卡通的公司表示讲，因为2间公司设计本地就无共款，若是一卡通封锁卡，摕卡去坐高雄捷运甲台铁是无影响。毋过若是悠游卡，敢会当坐台北捷运尔。而且民众爱去轻铁站改卡，才会当继续使用。不管是高雄轻轨、高雄捷运或是台铁，其实都是我们配合的特约机构。那不管是在营运规则，或是说在合约，或是说交易的一些资安上面，我们其实都是对应主管机关这边合法合规去进行相关的一些流程设计。所以其实在各个运具或是说服务通路上面，都有对立的独立性、独立的运作。国际公司提醒，若是民众坐轻铁卡封锁掉，搁去轻铁站拄一摆，国际公司也伫6个捷运站设轻铁改卡的机器，方便民众使用。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婚恋的选头，阁剩无半个月就要大出啦。不过土库的农民是反映讲，这选头的叶啊拢连起反黄，选头无做结规球。公所会勘了后，发现讲有病菌透过水弹开，目前损失的面积大概有3公顷，了上8万。婚林土库的蒜头，阁剩无半个月就会当采收。不过，所有农民发现，规大片的菜拢已经起黄，而且叶仔嘛已经黄去、烂去，就赶紧通报镇公所。经过农政单位的会勘，确认是病菌所造成的。亲像黄这安尼一直打的安尼啦，一直打了，阮就为向较严重，甲扣起来看，扣起来看，甲病胃拢内底拢烂去啊。紫斑病跟软腐病都非常严重。那如果说软腐病呢，又配合更多次的病态严重，又配合更多次的淹水的话，当然整区变黄化，没有办法收成，然后蒜球乱掉是很有可能。农改场表示，最近的天气变化大，加上这病菌会透过水来传病，农民若是无对症下药，恐惊会造成更较大的灾损。对此，云林县府农业处是呼吁，但是农民如果看到倒位有出现病害，就要赶紧通报。农民这边如果说还有这种情形，赶快通报工作，我们来会诊，看是不是一个通案的，是否是天气的一个变化导致这个病害的部分。目前请农改场去做一个了解。
土库镇公所表示，经过统计，目前蒜头损失的面积大约是3公顷，了超过8万块。若县府农业处是讲，会阁继续观察各乡镇的状况，避免影响到产量，致使蒜头的价格有起落。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台南东山这的龙眼树、乃至树本地是拢爱开花，不过农民反映讲花开无到一成，是主要原因是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才安尼生。进前农粮署甲农改场现场会勘，农粮署表示现场确实有财省会协助农友申请补助。台南东山种龙眼的果园，原本应该逐丛树仔爱有甜的花，也毋过却因为气候影响，到大花拢无绑起来，开花期无开花，芳袂来授粉，买手就无结果。一冬才收成一摆，无意外这阵花开无到1成，安尼敢有救？经过了解，即摆因为树仔已经生幼叶，会吸营养分，致使袂阁开花。种10几冬的农民讲，规冬的心血、乌有气，互因真无奈。今年等于免来顾啊，产量不到1成啊，你不到1成的情况之下，你要讲过来转药来顾家，其实是不符合成本啊。今年价钱一定足悬，因为我周遭的朋友有种的人，拢讲今年无开花。东山种龙眼的面积将近1400公顷，全台湾产量上介济。唔干那龙眼受到气候影响，乃至园的开花率嘛大降低。在地民意代表接到未少农民定情，20名参农粮署农改场到场会勘，记录栽种状况。虽然无开花，农民也是爱整顿田园，了工个实本。农民毋望政府会当斗帮赞。都无开花，你嘛就无法度啊，嘛是爱整理啊。无今年无整理，明年嘛无通收啊！就爱整理遐树花，内底北来花拢爱整理要清气。栽培管理上嘛是继续爱去做防治，所以嘛是继续咧囤本。农会咱嘛有来甲咱的委员反映，邀请咱的农粮署改良场相关的部会来甲咱做一个现勘，希望会当来减轻咱农民的负担。农粮署讲，根据救助办法，年经参乌叶乃至每公顷是补助62000块。因最近会赶紧甲消息公告出来，财损也确实有达到20%以上，农友得使向公所提出申请。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新竹市香山区的嘉东里有私人土地去互乱倒废弃物，地主去找市政府讲要处理，却是无人会当来家出面。议员表示讲，这个所在较压跌，定定有人去偷盗，要求市政府要赶紧解决。看到家己的土地互人乌白拼本色，心肝内已经真艰苦，想袂到去向新竹市环保局反映，地方政府虽然无派人到现场协助处理，互地主愈想愈气。非常的不理解，最重要的环保局，他们竟然接到电话，他们完全无视于这样子通报的电话，那他们是完全没有派任何人到现场。那事后我是好几次主动的到环保局去跟他们谈这个案子，那他们是要求我们提供我们在现场拍到的照片或者是影像给他们，让他们来开罚。新竹市香山区最近传出一寡地区，互人恶意偷盗大量的废弃物，内底有土角、门头、泰鲁等等的装潢废弃物。当地议员指出，香山因为地点较偏僻，不时拢会传出互人偷盗废弃物的代志发生，要求环保单位要重视。环保局的不作为，其实是纵容这些不肖人士继续倾倒这些废弃物。除了嘉东里之外，香山的内湖、大湖还有中南岸一带，也已经成为不肖业者倾倒废弃物的天堂。召集了各局处，然后到现场进行稽查，然后收集了一些现场的资料，去依照犯罪线索去溯源，持续追查行为人，也依据水土保持法把这个案子移送到新竹地检署侦办。环保局回应，目前已经抓到偷盗的不法业者，已经交由新竹地检署侦办，未来会成立专案小组，针对香山地区加强稽查。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有人介意传统，也有人介意现代。棉花园总团加这立功剧团两大剧团合作，那做伙卖票，也希望观众互相交流，看到无同类型精彩戏出。转身站好，收身，移交点收。这是立功剧团用舞台剧搬出台湾部合作家段彩华短篇小说《阿盖》的舞台剧。你想做？
舞台雄雄细平为歌戏后台变前台，这是歌戏团棉花园戏剧总团用歌戏结合台湾文学红星副作品线戏的舞台剧。即马两个剧团下届合作，不只是做伙卖票，也帮观众互相交流。我们这次其实是文学跟现代剧遇到了戏中戏、耍戏，那刚好跟我们押界里面的戏现代剧是非常的吻合，都是文学跨界。觉得我们两团的观众其实有时候是重叠的，是对，因为会看歌仔戏的，来看立光的戏应该没问题，因为立光的戏里面其实很多本土的元素在里面。互介意歌戏的人通进捌舞台剧，也互舞台剧的观众有接触歌戏的机会。这两大剧团也望讲，未来会使以台湾文学做基础，创作新的艺术风调。我们在刷语里面有提到，能够留下来的，才以后我们就会说它是传统，所以能够存活下来的是传统。任何表演工作者或表演团体，他在经历过所有的磨难之后，我觉得他能够存在，一定有它的必然价值。两个剧团也表示，未来会搭配合作，棉花园演员到立港搬舞台剧，立港演员到棉花园搬歌戏，望互观众有新的看戏体验。记者郭曾准由台北报道。比利时中部的一寡学校最近在实行户外教学，学校逐礼拜甲学生带去户外上课。参加户外上课的学生感觉讲，伫咧外口上课真自在、真欢喜。老师也认为讲，这教室内面囡仔坐袂牢，伫大自然学习效果颠倒佫较好。这个学生欢喜踏出校门，毋是要去佚佗，是准备要去上数学课。坐好了后，老师先说明这节课练习的目标。所来20多个学生分组去附近的树林收集茶机，经过简单的整理，就当开始完成今仔日的考验。Là, on a fait un hexagone. Ici, on a fait un pentagone. Et ici, là, on a fait un carré. Un rectangle. Et voilà. 在草坡啊，甲树林内底上数学，学几何的知识。这是比利时中部红带那的学校最近这几年固定的行程。当地学校每一礼拜会安排几啊点钟，带几啊10个国小5年到6年的学生，去离学校干那10多分钟的户外教室，在大自然当中学习。Ça fait du bien d'être à l'extérieur parce que à l'école c'est renfermé et moi je préfère être ici parce que c'est libre et je trouve que c'est plus amusant d'aller dehors. Vraiment parce que ça devient de plus en plus compliqué pour les enfants de devoir rester assis et concentrés autant d'heures par jour. Et donc c'est vrai que ça nous a permis de travailler les matières différemment. 其实这种特别的户外教学，在当地学校已经试验一段时间。过去这几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学生大部分拢是透过线顶学习，真恶有互动，分数嘛较无咧活动，所以真侪学校甲相关的非营利团体合作，试看去户外上课，得到真好的回响。Grâce au sens, ils apprennent par le toucher, par l'odorat, la vue, l'ouïe, et donc ça reste intégré en eux, et ils apprennent en plus sans s'en rendre compte parfois. 因为学习的效果好，在疫情解封了后，这个学校也是延续去户外上课。不过部分的老师甲家长嘛指出，这种户外教学的上课方式，甲室内课无同款。老师爱受过训练，才知影安怎引导学生在大自然的过程当中，卖当吸收知识。好学习袂阁遐尔死板，变甲更较多元、更较趣味。公司新闻，希望林朋友。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5度到25度，苗栗到云林对16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26度，也个未来3天气象。伫咧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